现在就是拜六，要带大家归台湾来行透透，为了要小透台中海线两个大风景所在。为新历11月初1，也就是今仔日起，民众会当坐免费的接送车往回高美湿地，也个台中港三井奥莱。无论是休困日或者是普通时，逐抓差不多25分到半点钟。逐工有5班车班，中央是无外客站，升起办到明年的3月初1，嘛5万会当带动规个港区的观光。 台中有名景点高美湿地有真丰富的湿地生态，对日时到下晡时啊，美景是千变万化。毋那啥真侪民众来咧看，阁互国际网络讲是一世人一定爱来耍一摆的景点。 那伫咧另外一边的三井奥莱，去年12月开幕，60米悬的摩天轮变做港区的新地标，阁会当来采买。只是两个所在差9公里，过去拢无公车路线来咧相通，即马民众特别有新的选择啊！3、2、1，启动。 来往高美湿地甲购物中心的免费交通车，11月初1正式开始，每一抓车程大约是25到30分钟，无分平日假日，一天来回5班。初期的起到明年3月初1。响应市政府的整体的一个海线推动海线观光的一个政策，能够吸引国际旅客过来，把这样的2个景点当成一个大的一个景点的概念。因为免费的交通车对高美湿地转来买房车是伫咧6点半，烦恼赶袂到嘛。 不要紧，市政府阁有规划，伫咧假日来驶688路线的公车，上暗7点半才会对高美湿地来发车，会当坐到五彩观光渔港，也是清水的火车站。民众想要体验一天台中海线的景点，坐公车、shopping、看夕阳、食海产，拢毋是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